后来，这个立法院的新会期2月7日要来选正副院长，哪力拢想要来争取到民众党的支持。民众党到底要挺倒一边呢？党主席郭文铁早起甲8个立委来开会，结论是希望哪力两党要选正副院长的人，到民众党团甲因的立委来座谈。 看者对因所提出的4点改革有见解，才来决定要甲票投互者。郭文铁阁强调讲，因8色的不分区会团进团出，若是掠到走票的，就直接开除党籍。你如果要问我个人的意见，我个人的意见是我有4大理由。 我不投蔡其昌。直接伫咧镜头前西胜地准立委黄国昌讲到立法院正副院长的选举，敢若已经表态副院长未投互立赢。面对记者的提问，颠倒开始针对现场媒体。媒体朋友的提问我都很尊重，但我希望你们的提问题的脉络跟我的回答要结合在一起。昨天有看直播的话，讲得很清楚了，我会尊重党的决议。我说的。 我会尊重党的决议。我在馆长的直播连续强调了3次。一切拢听党的，因为主席郭文铁7点半专工来党团开早会，嘛定调这届院长选举，民众党会党进退。这种重大投票没有团进团出，抓到一次就开除党籍啊，你的立委资格就没有了。若要投拿，也是要投力。我们希望不管是国民党、民进党所谓的院长的候选人院长、副院长候选人，就直接到我们党团来不要说是政见发表会了，最起码是一个沟通或者是座谈会。继续向哪力发声，心内的人选委员，敢若拢个人有想法。是都各有自己的意见嘛？关于要投谁，5根手指头，所以大家意见都很多。哇，这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5根指头长度都不一样。哦。 比这个五什么意思？郭文铁无加讲。根据了解，要代表国民党选副院长的立委江启臣最近会拜会民众党党团。另外一边，民进党立院总调郭建明是直接呛声，民众党是无效的8色。你们会生气吗？我哪料要争取立院龙头8色力量，搁较爱两边拢顾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